好听哦，好听，哎，地酒饮归客，乌琴二白有强担，哎，乌琴就是只讲理由啦，迄阵叫乌琴，咱就叫理由。所以讲这理由，伊东条就开始流行啊，啊，时间足久啊，这个历史啊，哈，啊，这理由的音色啊，甲人声真像，真接近。所以哦，伊表达这种情感嘛，哦，互你听了就个心安咪起来，哈哈，继续，再来一个哦，再来一个哦，好，继续周天过来讲开建造这个是这个名，这个叫李友曲，叫做光明行，我先来讲来者。